我哋正面接波嚟講咧，一般就會好似阿輝咁樣啦，個手踭唔會壓到太開嘅，然後接個波嘅係接個波嘅正中間，然後好似阿輝咁樣，隻眼一直都係望住個波，唔會眯埋咗眼啦，亦都唔會睇唔到個波嘅來向，因為我哋仲要發動呢個快速嘅反擊，所以正面嘅接波最好嘅姿勢就好似阿輝而家咁樣啦。阿輝，你踢咁多場比賽，次次都咁多球迷幫你打氣，你有冇試過耳鳴啊？有啊，上次港隊喺主場比賽，有幾萬個球迷幫我一齊打氣，咁我就第日就真係耳鳴啦。嚇，咁大鑊！我咁啱見到 Dr. Nelson 嗰次練完波喎，你不如問下我點算啦？好啊。守門員喺啟德嘅4萬球迷面前企足90分鐘比賽，第二日可能會有耳鳴。點解呢？人嘅內耳入邊有個耳窩，入邊有毛細胞。如果受到長期嘅聲浪困擾，會做到聽覺下降。如果85分貝以上，可能會造成暫時性嘅聽覺下降。如果超過120分貝，會造成一個不可逆轉嘅永久聽覺受損。耳鳴如果少過2個星期，係兩邊嘅話呢，可能係噪音影響。但係如果係單邊超過2個星期，亦都有一啲嚴重嘅症狀，例如單邊聽力下降啦、單邊鼻塞同埋流鼻血，可能係嚴重疾病嘅一個警號。作為一個球迷，點樣可以保護自己嘅聽覺呢？如果你喺場館入邊，可以考慮戴一啲減噪嘅耳塞，令到你嘅聽覺咧受到少啲嘅傷害。如果你喺屋企睇波，深夜驚嘈到屋企人，戴耳塞嘅話，記住一個60-60法則，就係60% 嘅聲浪以下，同埋60分鐘就要唞一唞啦。記住啦，耳仔都有黃牌警告，停一停，唞一唞，咁先可以長睇長有嘅。我哋嚟緊睇世界盃，就記住60-60呢個法則啦。睇波要健康，球衣幫到你。